我真的，然后媒体就在报道我这张专辑的时候，就觉得我说不能讲说抄袭了，叫致敬。没有，我早就写好了。他致敬，他请他跟我致敬。我自己终于讲好了，出去外面这件事就没有办法。那没有关系，反正这首歌陪了我这个理想，就是想要做台湾节奏这件事情，就蹦哒哒蹦哒哒高山青的这个节奏存在在很多的歌里面，然后没有被整理这样，所以它就不太像是一个音乐风格，不像雷鬼就被整理起来，它就变成一个风格。以前它是一个四不像的蓝调节奏，但整理之后，有人继续创作，它就变成一种风格。蹦哒哒明明就很有名，都红到大陆去了这样，当然就没有这个节奏没有什么名字，蹦哒哒只是我小时候屁孩的说法，还有他等噔噔噔噔噔是隔壁村的然后听说卢凯族他们叫本热热，卢凯族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本热热，蹦哒哒就蹦哒哒，比较好念啊。那所有的歌里面就会有这个节奏藏在这个歌里面。我就来唱这首，复习一下。你们的偶像曾经有没有曾经被Lady Gaga致敬？怎么有？然后Lady Gaga可能就生气了。不浪费你们的记忆体，不好意思，自己要删除哦。我刚刚还在回忆那个《糖果》这首歌。对啊，就是你们陪伴我，但就一路陪伴到这张专辑。你问我是谁？我是你不曾在乎的黑。我觉得 key 太高，等一下。重新开始，删除。你问我是谁？我是你不曾在乎的黑，没有错与对。我说个故事换你的泪，这是什么样的梦？只言相爱却不为谁。我想做个梦，那么真诚，那么浓烈。你问我是谁？我是你命中注定的黑，衬托星星的美，紧锁着该出现的夜。这是什么样的梦？只言相爱却不为谁。我想做个梦，那么真诚，那么浓烈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
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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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